人天長夜雨。你做乜無端端唱佛母歌啊？今日係佛學科電視台，咁就梗係要唱佛母歌啦。你都係唔好唱啦，不如我介紹你聽一個宗教音樂會啦。咩宗教音樂會啊？係咪真係紅館嘅嗰啲演唱會啊？梗係唔係啦，呢個宗教音樂會係喺10月28號於佛花神場館舉行。當日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團體參加，包括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等，當然唔少得我哋學校啦。哇！咁大型嘅活動，我哋學校都有份參加，我真係好想快啲睇到啊！冇心急，你聽埋我介紹先。呢個宗教音樂會嘅主題係讚頌和諧，而當日我哋學校都有份表演㗎。我哋有9位同學上台演唱，歌曲叫《大德行義》。呢一首歌係由馮正文老師填詞，你真係要細心聽下啦。我知道嗰日梁主任同埋楊老師帶咗20幾位3年級嘅同學去現場睇，我真係好羨慕佢哋可以去現場睇啊！你唔好羨慕住，你而家都可以睇啦。我哋去片。